强林嘉玲从我爱黑社会节目出道，因为无厘头的风格吸引不少粉丝喜爱。不过后来因为作风大胆，加上负面新闻频传，引发争议。日前更自曝一个晚上吃6颗摇头丸都没事，没想到近日身体出现状况，口吐白沫消失了2天，直到昨18日才清醒。他有感触状况，向粉丝宣布做了一个人生非常重大的决定。强昨日晚间在脸书一改过去的疯癫模式，竟感性写下自己身体出问题，上周末口吐白沫又消失了2天，直到现在才清醒。金普大脑启发中，我做了一个人生非常重大的决定。我之后会用手帕擦拭泪水的告诉大家这个消息，请允许我为了我这颗自由又自私又美丽又充满梦想、冒险、充满爱的心。他更难得静下心来回想过去的岁月，说自己浮浮沉沉，行动飘忽，神出鬼没，醉生梦死，自比是竹林七贤，只愿自由悠哉躺在林中深处，吞云吐雾，谈笑风生，有如八仙云游四海，但始终没有吐露做了什么决定。强日前在脸书 PO 出和男性友人一起贩卖酵素的影片，可见两人一边吸食一边介绍功效。之后男生突然脱口，西多的这个也蛮好用的，毕竟你读西多的人，就是可能有些残留在身体里，它可以一起帮你代谢掉。强接着语出惊人说，我现在吃1都没感觉了，现在摇头丸要吃到6颗1个晚上。男性友人又回，像你们这种爱吸毒的、爱抽烟的、喝酒的，这个非常好。强随后还摆出自己嗑完药的惊悚模样，影片毫无尺度，让网友全吓傻。